台语一连顿，愈讲愈连顿。然后queen边，大家好，我小杰。这阵啊，艺界吼有淡薄仔争议。这争议就是讲吼，导演魏德胜，伊伫咧接受网前库德梦伊的 podcast 在访问的时候，伊有一个 shorts 发布出来了吼，引起一寡争议。这争议就是讲吼，库德梦问讲吼，为什么台湾的电影去到国外安怎拢袂红？魏德胜吼，伊就讲吼，因为当局伊选择台积电。这段话出来了后吼，引起足侪人的批评，就是讲吼，咱台湾嘛是爱有富国神山的存在，毋是单文化两个人拢会当做伙存在。毋是迄款二选一的。是，要毋过吼，其实有人咧讲吼，伊完整的影片毋是安尼讲的。要毋过其实咱主要安尼甲看起来吼，魏德胜导演伊的论点嘛是无讲做充足的。就是针对咱台湾，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是毋是真正拢较无重视艺术啊、人文啊，还是讲影视这的物件。所以今日咱就想要来讨论讲吼，有啥物件是伫咧台湾本土就已经受到肯定，甚至是讲吼有外销到国外去的。刷来吼，咱就来先看，其实吼魏德胜导演吼，伊伫台湾嘛是做侪贡献的哦。像讲伊的作品吼，《海角七号》，这就是上早甲规个国片带起来迄部电影。到迄个时阵吼，大家听着国片的即个风调出来的时阵吼，想到的就是《海角七号》，伊开的经费5000万。要毋过吼，伊的票房哦有5.3亿。啊，另外一个吼就是《赛德克巴莱》，你有看过吗？有，我看过。你迄时阵偌大？我迄时阵国小吧。国小吗？哎呀，国小你看有？我看有哦，迄时阵因为社会课本已经有教着啊。伊已经变成一个社会课本的教材。因为伊主要就是咧讲武侠事件这件代志嘛，迄时阵就是有拄好有讲到这段历史安尼。我跟你讲吼，伊的成本哦7.2亿，伊是含营销的预算伫内底，伊伫全球票房吼是8.8亿。搁另外一个电影吼是叫做 B.I.G. Big， 伊是咧讲抗癌的儿童的故事。前3部咱较早讲的吼，拢是伊做导演，有一部电影叫做《卡诺》，伊这个电影吼，伊是做监制的角色。这个电影吼开3亿新台票，要毋过伊的票房嘛袂歹哦，有3.4亿的新台票。而且伊的作品拢有涵盖着一寡台湾人文的部分。比如讲，你较早讲到武侠事件嘛，爱甲嘉义的农林棒球队，互全国拢知影伊的故事，而且吼伫咧嘉义遐伊嘛有，因为伊这个电影变成一个观光的 IP， 大家有当时去嘉义佚佗的时候，会当去迄个景点吼去看一下。咱即马吼就来看一下，咱台湾有偌济影视的作品，伊是外销去国外的。台湾其实有足侪的作品拢有外销到国外去，甚至是伫咧国外去改编安尼。譬如讲，即几年较红的，足红的，就《想见你》。韩国人拢足介意。韩国人有较介意想，伊就即几年有改编做韩剧安尼。是啊，伊造成的观光效应吼，真系是足厉害。啊，拄要讲到电影嘛，其实吼台湾嘛是有足有名的电影放上到国外去哦。譬如讲吼，《不能说的秘密》。袂使讲的秘密。这敢若是王力宏，毋是周杰伦。这部吼《不能说秘密》就是伫咧日本甲韩国都有做改编安尼。啊，搁有电影《消失的金陵节》，啊，这部片哦，伊都改编做日本电影，叫做《紧一秒的伊》。咱刚刚讲到魏德胜导演，伊其实吼是一个做财经的导演。要毋过吼，伊伫咧台湾3部曲，即个幕资内底，台湾人安尼慢慢总钱1.2亿。虽然讲吼，伊到最后改做动画吼，有足侪人甲批评讲吼，啊，互你遮侪钱啊，到最后改做动画啊。要毋过我感觉这嘛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啊，搁有另外一个就是伊的目的性到底是啥？导演的部分，伊可能就是为台湾留下一个故事。像讲咱讲到迄个赛德克巴莱，全球的票房是8.8亿，所以你咧做行销的时阵，一定要甲界定清楚，你是要票房来源可能较是台湾遮，还是你的票房来源，你嘛要甲即个物件推出去国外。啊，咱最后要讲的一件代志吼，就是讲吼，电影含科技啊，佮文化，伊毋是对立的。就是科技嘛是咱社会一部分，有足侪电影，还是讲影集内底嘛会出现科技的物件。啊，并倒来讲，就是即摆的科技一寡产业嘛会摕咧伊的资金来赞助阮的文化的一寡产业，所以即两者应该是爱互相斗相共、互相欣赏的关系嘛，毋是讲一定爱台湾人民爱去选择倒一边安尼。所以大家会当思考一下，对这议题你有啥物看法？你会当留言甲阮讲，后下这个时间就去看台影一连顿，拜拜。